澳門教區成立450週年，捍衛生命人物短片系列2，與受苦者同行，難民時期的無名英雄。每一個人類生命都係天主奇妙嘅恩賜，擁有無限嘅尊嚴同埋價值。縱使身處貧窮、飢餓或者係暴力嘅考驗之中，呢一份來自天主嘅尊嚴依舊唔可以被剝奪，唔可以被踐踏。我哋基督徒堅信生命總係好嘅，因此每一個人嘅生命都應當自始至終受到尊重、珍惜、守護同埋捍衛。20世紀30-40年代嘅澳門唔係戰場，但被戰爭全面包圍。呢個時期涵蓋咗中國抗日戰爭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戰後嘅復原時期。由於葡萄牙嘅立場保持中立，澳門未受到戰禍嘅直接牽連，但係因為戰亂逃離嘅難民就唔少。天主教教會就喺呢個最動盪嘅時刻，選擇同受苦者同行，回應佢哋生命最迫切嘅需要。喺艱難之中，俾人睇到天主慈悲嘅面容。1938年10月，廣州淪陷；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；同月25日，香港淪陷。戰爭冇直接咁樣波及澳門，但係壓力正一層一層咁樣逼緊。大量來自香港、廣東內地同埋東南亞嘅難民不斷咁樣湧入。戰亂之中，好多小朋友跟隨屋企人倉皇咁樣嚟到澳門，離開咗熟悉嘅一切，亦都離開咗原本嘅課堂。澳門嘅天主教學校接納咗呢啲小朋友，並且設立寄宿服務，俾佢哋一個棲身之所，亦都俾佢哋一個繼續讀書嘅機會。呢個係教會喺困境之中以愛德作出嘅勇敢回應。但係湧入嘅人數遠超過所有人嘅預計。澳門人口由抗戰前約15萬，至1941年已經急升至37萬以上。呢一座小城成為咗戰火中嘅避難所，亦都同時承受住遠超過自身能力嘅重擔。人口暴增令到糧食、住屋、醫療、教育同埋治安全面失衡。澳門長期依賴外來嘅糧食，喺戰爭同埋封鎖之下，米源斷絕，黑市橫行。喺一次又一次嘅糧食恐慌之中，飢餓成為咗日常嘅經驗。最嚴重嘅時候，1個月內餓死者以千計。死亡唔再只係新聞，而係街道上嘅現實。喺咁樣嘅日子裏面，所有人所面對嘅已唔只係生活係咪艱難，而係聽日仲可唔可以生存落嚟。喺咁艱難嘅處境，當時嘅人究竟係點樣面對嘅呢？我哋翻到1942年嘅一個雨天嘅米站，或者可以俾我哋睇見當時嘅冰山一角。神父，落雨唔賣米㗎，呢個係規矩。佢哋已經企咗1個幾鐘啦，我哋點樣忍心與佢哋白行一趟呢？神父，我哋屋企已經有2日冇開飯啦，你睇下呢個細佬，佢餓到連喊嘅力氣都冇啦。但係落雨唔係會被淋濕㗎。人比米重要，開檔啦，等我陀嚟，有幾多就買幾多。神父，我帶咗油布同埋竹竿嚟啊，我哋幫手搭個棚擋雨啊！我都嚟幫忙啊！那個多謝大家啦，係咁大家就唔使再淋雨啦。多謝神父，多謝各位好心人，咁樣我哋先至可以捱過呢一個年頭咋。咁樣嘅場景喺嗰個年代嘅澳門幾乎日日喺度發生。咁除咗米站，教會仲做咗啲乜嘢呢？1942年1月，饑荒最嚴重之際，
澳門教區透過天主教救濟會喺東區長亭同埋西區馬角設立貧民飯場。呢啲飯場唔係無條件嘅施予，而係令到貧民可以以低於市價嘅方式換取一餐最基本嘅食物。每日約1000份嘅飯食喺城市兩端煮好分發。對好多人嚟講，呢個係一整日之中唯一可以確定得到嘅一餐。隨住饑荒持續，米源越發困難，教會嘅經費都迅速緊張。翌年，飯場由售飯改為售粥。施粥只係開始。戰爭期間，教會打開教堂、修院同埋學校，收容湧入澳門嘅難民。1935年，澳門華人教友喺高若瑟主教嘅大力支持之下，由嚴少如神父所成立嘅中華公教進行會，以照顧病人、為街坊興辦福利為使命，喺地方上面默默咁樣服務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，公教進行會即時回應，向教友募捐，設立捐款箱，舉辦慈善演出，購置雨衣，送贈前方戰士，盡一切所能支援內地嘅需要。隨住難民湧入澳門，公教進行會嘅工作都擴展至施粥、派送寒衣、探望醫院同埋監獄。1938年夏天，公教進行會更開辦公教義學，喺夜晚借用課室上堂，令到大批因為戰亂失學嘅小朋友得以繼續讀書。1939年起，外來避難人口大增，澳門嘅醫療服務明顯跟唔上需要。喺政府醫院聖納菲醫院服務嘅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，因應醫療人手不足，開始培養本地護士。同年喺政府嘅批准下，聖納菲護士學校成立，為戰時緊缺嘅醫療體系補上最關鍵嘅人手。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後，來澳避難嘅人更加多啦。嗰幾年，孤兒亦都越嚟越多。1941年，仁慈堂將50名葡籍孤兒交俾高若瑟主教照顧，之後由慈幼會士接手，俾佢哋同華人嘅孤兒一齊生活返學。1942年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共設立3所嘅托兒所，收養咗大量嘅棄兒同埋爛童。即使喺戰火之中，教育都冇停落嚟，因為生存落嚟之後，小朋友仲需要一個未來。即使喺戰爭同埋饑荒交迫嘅歲月裏面，教會所做嘅都唔只係施粥、收容、辦學同埋醫療，喺守護生命嘅同時，亦都冇停止傳揚耶穌基督嘅福音。從1951年澳門年鑑嘅記載可見，當時正值羅若望主教任內，堂區生活、學校教育、要理講授同埋慕道培育等工作，仍然喺困難之中努力維持。當人連聽日都冇辦法確定嘅時候，教會唔單止幫助人生存落去，亦都努力咁樣俾人知道，即使身處黑暗之中，天主仍然臨在，希望仍然可以被傳遞。我父所祝福的，你們來吧，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。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了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們給了我喝的；我作客，你們收留了我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了我穿的；我患病，你們看顧了我；我在監裏，你們來探望了我。教會喺唔同嘅歷史時刻，始終同受苦者同行，以實際行動彰顯天主無條件嘅慈悲。因為上主體察我哋嘅疾苦，洞悉我哋嘅哀慟。佢嘅聖子耶穌基督亦係親身走過苦難之路，生於卑微嘅馬槽，避難流亡埃及，長於納匝肋呢個沒有好東西出嘅平凡鄉野，
最終以十字架上面嘅生命完成咗救恩嘅奧秘。耶穌嘅一生為我哋清晰咁訴說咗生命嘅真義。今日世界充滿對生命嘅威脅，除咗戰爭嘅殘酷，仲有墮胎、安樂死、人口販賣等傷害生命嘅現況。我哋可以喺邊一度揾到希望呢？喺回顧澳門教區歷史嘅呢一段時期，我哋睇見無數嘅傳教士同埋教友對人嘅無私付出，唔單止係提供救濟嘅物資，更加令佢哋生活得更好，教導佢哋祈禱同埋認識基督，令到生命得以提升。基督徒嘅人生本來唔係就係一場信德嘅旅程咩？我哋雖然活喺苦難同埋唔完整之中，但係因為對上主嘅信心，依然可以懷住喜悅同埋祥和，堅定咁樣走喺愛同埋生命嘅道路上面。難民時期嘅澳門，教會未必可以改變世界，但係喺動盪之中接住咗無數嘅生命。今日世界仍然喺度動盪，我哋點樣喺逆境之中令人睇見天主慈悲嘅面容呢？